Hello， 嗱，今日咧日頭跑10場本地賽事，加多場咧閃電錦標轉播。另外啦，9點4左右咧就係夜晚啊，咁啊有7場咧沙地阿拉伯轉播嘅。嗱，所以大家記住啦，休息陣啊食埋個晚飯，咁又有7場賽事啊，咁啊即係跑啦。咁另外啦，當然啦，我照跟照買咧，亦都有啦呢個咧提供嘅。咁今日呢條片攬膽攬腳推介。另外啦，有位練馬師話背後咧嗰啲叔父真係勁抽到咧，究竟係邊個咧？呢條片會同大家講嘅。尋日上一條片，未睇嘅朋友咧，記住去睇啦噃。未訂閱頻道朋友，記住按住呢個步驟做訂閱頻道咁就可以啦。因為咧嚟緊咧，除咗長片之外咧，我亦都會上一啲短片嘅，咁就唔會遺漏咗。另外，賽日如果想收到我免費資訊嘅話咧，好似側邊呢啲咁啦，咁大家知啦，有加嘅朋友咧一定知㗎。除咗熱門之外，我亦都會有冷門同大家分享。將我 WhatsApp 加落你哋嘅電話簿度，另外喺 WhatsApp 度 say 個 hi 或者 hello 啦，我覆咗你咧，咁就會加大家落個社群度啦。社群咧亦都會咧分享一啲攬膽啊，嚟緊我都會喺策局入面咧分享一啲冷門嘅配腳啦，甚至乎足智賽咧都會喺社群入面咧同大家分享㗎。所以如果想收到資料，記住加 WhatsApp 落你嘅電話簿度 say 個 hi 或者 hello 咧，咁就可以㗎啦。有邊個練馬師幕後咁強呢？咁把炮呢，就係要黎超星啦。黎超星呢，雖則呢成績唔係好強，但係問題嚟講呢，佢嘅背後呢嗰啲撐佢嘅人呢，真係唔講得少。當然啦，佢爸爸呢就喺紐西蘭呢幫佢挑馬啦，幫佢養即係操好啲馬啦，先嚟香港，梗係幫到手啦。好似今日咁。第9場啊，佢3班1000米大熱門2號郭千金，上一次咧一出即贏啦。但係咧呢個咧第3場3班1200米咧，亦都有隻2號嘅赤海。赤海呢件衫咧，如果大家香港馬迷睇落去咧，就覺得好陌生啊，話新馬主啦，冇乜點特別。但係咧，如果有睇轉播賽事嘅話咧，呢件衫喺紐西蘭咧係大馬主嚟嘅。而且咧呢位馬主咧，亦都有牧場啊、剩啊，直情係兵工廠嚟嘅嚇。呢位咧就 Brandon 叔叔啦，咁應該黎超星嘅叔父輩嚟嚇。呢件衫咧，咁當然啦喺香港冇乜話明區，因為佢第一次養馬啫嘛。應該係馬會嗰啲叫優才計劃，喺外地嗰啲大馬主，咁馬會邀請你，咁你可以優先乜嘢都唔使啦，養隻馬，咁喺香港咧可以出賽嘅啦。咁呢隻赤海咧應該係第2、3個嗰啲大馬主邀請嚟嘅。咁呢隻馬咧，其實咧喺外地咧2歲1級賽咧跑第2嘅。咁外地咧個跑法咧就係擺前面放。但係咧同場咧都幾多快馬。但係咧見到呢隻赤海咧操過4課集。咁喺10月29號咧嗰課集咧都有少少走勢嘅。我點知咧佢咧喺1月10號、1月20，尤其是1月20號嗰場咧沙田直路咧試集咧，佢咧竟然咧稍流，可以稍流咧輸俾維港智。咁維港智能正所謂爛船都有3根釘，咁咧佢咧都喺第7場2班1200米上陣啦。所以呢隻赤海咧個進步幅度好大啊，成熟㗎4歲，今次綁嚟。問題咧就唔係話今次隻馬咧有冇機會，而係咧黎超星咧呢個馬主咧，如果真係養起上嚟咧2、3隻閒閒地，會唔會將黎超星成個馬房又抬起咧？因為佢呢隻馬都係配合隻郭千金嚟嘅，所以大家咧唔好咁快睇死黎超星。黎超星咧真係嗰啲幕後咧都唔差得了康銘幾多，尤其是佢後生啦紐西蘭嗰邊嘅。即係叫做咩啊？叫做富甲一方又好，話嘅勢力又好，紐西蘭嘅勢力咧真係力撐黎超星。大家放眼睇下黎超星會唔會因為呢個馬主，或者仲有一啲咧佢爸爸練好嘅馬咧，可以將個馬房咧去翻中游位置啦。真係唔講得笑㗎，呢啲馬主養得起馬上嚟係嘛？親自挑選唔會渣得去邊度嘅。又睇下赤海咁跑到去邊度啊？一路咁好多謝咧，咁多年以嚟啦，咁多朋友啦，參加我嘅資料計劃啦，好似側邊嗰啲朋友咁開心啊，梗係最好啦。呢個係信任同埋支持嚟嘅。咁我覺得咧，一個咧好嘅資料計劃咧，包含2大重點嘅。第一咧就係咧，如果你俾得一隻馬人哋咧，一定要講買咩賽次、咩膽配咩腳，咁先有用噶嘛。如果你俾隻馬人哋，又要人哋自己諗嘅，咁咪
更加之辛苦係咪？第二啦，就係而家俾得資料嘅，我覺得要俾過關先有用嘅。點解咁講呢？嗱，而家經濟唔好啦嚇，普羅馬迷都要刀仔鋸大樹嘅。一般嘅馬迷都係本金少嘅，佢中一場單場咁有咩意義呢？甚至乎就算係冷門嘅，佢頂到幾多場啦？嗱，要知道跑馬冇可能咧場場都中嘅。嗱，將心比己，如果我想收到嘅資料係咩呢？第一，梗係唔好咁犯本啦；第二啦，又可以慳住啦；最重要係可以刀仔鋸大樹嘛嚇。咁啊，我好希望咧做多啲好嘅資料啦，等大家可以集齊以上嘅優點啦嚇。嗱，如果有興趣嘅 WhatsApp 我。嗱，今日呢條片冷馬推介啦，有先講隻冷馬膽先，可以作為位置 Q 彈。另外有隻冷腳，大家必定要拖。嗱，冷門咧就喺2場4班14米。嗱，呢場馬咧大熱門咧就係4號嘅好活力拍檔啦。嗱，坦白講，我覺得咧就唔係好直博嘅，因為咧上一次佢5倍贏馬，咁但係咧佢個時間啦都唔係話十分之特別，雖則個慢步速衝上嚟，但係贏嘅對手都係只不過係最好玩千杯不醉。當然啦，雞蛋挑骨頭啦，熱門梗係揾多啲嘢插下佢。但係咧，我就覺得咧作配就較好啦嚇。嗱，冷門咧就係推介呢隻咧13號嘅海船幸運。呢隻海船幸運咧，其實咧就俾人感覺到咧，喂4班都係 pace 啫嚇。呢隻6歲馬贏過1仗咁大把，唔係叻㗎，講真。但係唔係叻，又唔係熱門，有咩所謂啫？係嘛？唔係咧，最緊要佢咩啊？係冷門啊嘛！嗱，睇翻呢場馬嘅步速先啦。呢場馬咧明顯快放馬唔係好多。例如5號12神將會唔會話再放翻咧？因為呢匹馬咧其實佢係4班咧略超嘅3、4班升降機擺前面走。但係今次咧蔡榮少冇跑佢喎，就走去跑咗隻14號瑞高。咁啊呢隻馬咧就俾阿班德禮騎幾咁特別。咁啊不過咧好在咧就何蘇慧賢咧就係同佢有交收。咁另外啦，如果真係睇快放嘅14號瑞高啦，但係呢隻馬經常性放唔到出，即係出閘都有問題嘅，會唔會話即係比較快呢？呢場步速，我估計咧應該就唔會話快步速嘅。而呢隻13號嘅海船幸運咧，大家睇落去點解懶呢？第一，佢14檔；第二啊，當然佢贏得少啦。嗱，呢隻馬14檔係咪真係有影響呢？影響就一定有，但係我覺得呢匹海船幸運咧係識跑外檔嘅馬。點解我會咁講呢？10月4號黃寶妮騎嗰場馬，如果大家有睇呢，嗱紙上啊編佢係第4檔啊，但係黃寶妮呢，佢喺臨轉彎對面直路入轉彎時呢，佢呢越騎越出，臨轉彎嗰時直情係4-5跌望空，話嗰場馬啲對手唔簡單㗎，贏佢嗰隻準輝煌，後面嗰啲馬。呢隻海船幸運咧，其實大家都感覺上上去4班咧都渣渣地，但係我經過嗰場之後咧，覺得個4班必定夠。後面佢贏嗰啲馬有咩？美麗邂逅、密密送全部之後咧仲有咩團結戰靈嗰啲咧都可以贏馬嘅。所以咧呢隻海船幸運咧嗰場蝕晒。其實講真有兩樣嘢嘅，黃寶妮咁樣騎會唔會就係發揮到佢外碟嘅能力，所以跑到第2啊？定係黃寶妮如果唔蝕位可以贏到準輝煌呢？大家都知啦，準輝煌係4班大熱門嘅即係4班超嘅馬，3班可以入位嘅馬。咁你諗下海船幸運咁輸俾佢，雖則係差成10幾磅，但係今次嚟講啲對手都係似是而非㗎，係咪？活力8個我頭先講都唔係話特別叻㗎啦。咁另外啦，嗰隻紫荊歡呼今次有飛，但係咧佢咁即係對上2仗都係只係跑得近。操練係辣嘅，係咪真係咁抵買呢？就係真係唔知啦。咁加上步速又古靈精怪嘅，所以我覺得海船幸運呢隻馬10幾倍呢。作為位置 Q 膽啦雖則連贏膽就比較薄啲，但係咧位置 Q 膽甚至乎攞嚟做3重彩膽呢，喂活力拍檔萬一唔喺度呢，應該都幾好。就算佢喺度，我覺得都好分咁首先推隻冷膽俾大家，13號海船幸運。第5場3班1650米泥地，呢場咧就泥地嘅第一場嚟嘅，咁又唔知利放利追乜都唔知嘅大家。8號嘅滿心星呢隻馬咧，上一次跑到第2咧，其實贏馬應該係佢。點解咁講咧？如果大家有睇走勢咧，轉入直路咧，未轉入直路咧，佢已經係喺較後位置，因為呢隻滿心星咧就唔係話留得太後，雖則佢是後上。
咁但係嚟講咧，佢又塞車啦，又冇位啦，臨尾又兜路啦，兜翻落去內欄咧，先輸俾黃龍飛將3/4個馬位。所以今次黃龍飛將咧變成有分頭嘅馬，因為咧無論榜位上走勢上咧，滿心星都好過佢，所以咧滿心星咧佢係成為大熱門咧。好正路嘅嚇，佢即係個機會都幾高，但係咧，我覺得咧，當然啦，有熱門嘅馬，梗係揾翻啲冷腳拖下，甚至乎反拖更加之好啦。嗱，呢場馬推介一隻咧，亦都有13、4倍嘅1號智勝神區。嗱，呢匹智勝神區咧，其實咧佢喺香港咧就跑咗2場，完全冇嘢睇嘅。咁就1600米嗰場2班賽，咁啊放頭啦，輸8個馬位跑第9。上一次啦，話4歲賽事小鳥天堂贏嗰場咧，直情跑咧尾二，但係咧要留意喎，呢隻智勝神區咧喺巴西咧係贏泥地嘅，即係泥地係好嘅。嗱，今次係加翻個硬閘，而最重要有2樣嘢，第一樣嘢咧就係咧希威森就冇騎，換咗霍雲星騎，但係咧霍雲星咧其實咧本身咧有隻3號時時精準喺度跑嘅，時時精準前一仗佢係跑第2。上一仗係跑第7，按道理咧呢隻時時精準咧就應該咧冇可能係咧飛咗阿霍雲星，所以咧呢隻馬嚟講咧，阿霍雲星騎上去咧絕對咧係有根據。當然啦，大家知道啦，霍雲星咧同阿廖康銘咧其實近排嗰個成功率都比較低，好彩就頭先贏咗隻嗰啲咩幸運咩嘢啦，大熱門贏馬。咁呢隻咧智勝神區咧另一樣重點咧就係咩啊？佢贏啊！瑞勝人生，喂，瑞勝人生都係呢個新聞馬啦，係咪先嚇？又贏2班，咁啊潘頓又揀佢咁實力唔渣啦。呢隻智勝神區咧就喺巴西咧係拋離瑞勝人生贏直情咧完全無視佢咁滯。但係嚟講咧，當然啦，嚟到香港第二個地方有分別嘅就一定噶啦。咁但係呢匹智勝神區咧今次降班。跑泥地會唔會係一個好大變數呢？當然係一個好大嘅變數嚟㗎嚇。第二咁啊有賠率，第三就係唔知利放定利追啦。既然呢場馬啲步速又唔係話特別有多快放馬喺度，所以我覺得呢隻智勝神區呢，如果大家揸住隻滿心星呢，就必定要拖呢隻智勝神區，或者唔中意我唔中意滿心星，咁你用呢隻做膽都仲可以嚇。咁好啦，今日推介呢2匹冷門俾大家。希望大家咧喺呢個農曆年係咪蛇年最後一個咧農曆賽馬日入面咧，可以咧夜馬過肥年咁啊祝大家贏得啲。